優雅說話的力量，作者金志允。有一次，我同一個企業人力資源主管傾起工作，佢語氣裏面帶住幾分無奈咁樣話，同工會溝通係我咁多工作裏面最棘手，亦都最難掌握嘅一環啊！咁多年嚟，我教導口語溝通，接觸好多產業同埋職位，但係親自同工會對談，處理勞資議題嘅角色，都仲係第一次遇見。聽佢咁樣講，我嘅好奇心亦都被瞬間挑起啦。佢喺首爾總公司任職嘅工作重點之一，就係定期南下去到各地嘅工廠，同埋工會代表進行面對面嘅協調同埋溝通。佢回憶，啱啱開始嘅嗰幾年，幾乎都係一個人去到赴約，而對方就總係成個工會委員會一同出席。每次會面，佢都會覺得壓力沉重，似係一個人要獨自面對陣仗強大嘅團隊，既緊張又無所依靠。咁我關心咁樣問啦，咁依家呢，係咪比以前輕鬆多啲啊？佢聽完之後笑咗一笑，眼神裏面多咗分愉悅，語氣亦都放鬆咗唔少。依家好咗好多啦，我都摸索出一啲令到氣氛即刻緩和落嚟嘅秘訣。講到呢一度，佢順住話題開始分享自己呢一啲年嚟嘅經驗同埋體會。佢話每當同工會委員見面嘅時候，對方嘅反應總係相當犀利，有時甚至帶啲攻擊性。而就喺咁樣劍拔弩張嘅氣氛之下，佢總係笑住拋出同一句嘅說話，不如每人嚟碗炸醬麵先啦，邊食邊傾。聽到呢一度，我忍唔住就問咯，你係話先食炸醬麵？原本仲以為佢會分享一句咩強而有力嘅談判話術，冇諗到竟然只係咁樣一句日常到唔可以再日常嘅開場白。我一時之間有啲錯愕啦，隨即又覺得咁樣嘅開場實在太有趣啦。原來佢嘅秘訣其實好簡單，先請大家嚟一碗熱辣辣嘅炸醬麵，香氣撲鼻，味道濃郁，食入嘴裏面唔止係食物，更似係一種令人放鬆、卸下心防嘅儀式。肚就填飽咗，心亦都跟住安定落嚟，原本緊繃嘅氣氛自然而然就鬆動咗啲啦。呢一段時間，佢從來都唔急住切入正題，而係先係輕鬆咁樣傾下近況啊，寒暄幾句，唔傾公事，只係專注令到彼此嘅距離拉近一啲。等到氣氛緩和啦，情緒穩定咗，再慢慢咁轉入正式嘅對話。咁樣一嚟，成場嘅溝通亦總能順利好多啦。就似係咁樣，喺準備談一場可能充滿挑戰嘅對話。無論係敏感嘅話題，可能引發衝突嘅溝通，定係話語氣尖銳嘅交流，我哋首先要做嘅，其實係為彼此營造一個正向而且舒適嘅對話空間，借由一齊享用一餐美味嘅餐點，搭配幾句輕鬆嘅生活閒聊，唔淨止可以令彼此嘅情緒慢慢對頻，亦都能將對話頻道調整到更溫和正面嘅模式。咁樣嘅氣氛轉換正係關鍵所在，因為從正面頻率出發嘅對話，往往會一路向住正向嘅方向前進。氣氛啱咗，溝通自然就順咗。聽住佢分享呢一個睇落去平凡嘅小秘訣，我心裏面亦都泛起咗好多嘅思緒。其實一個正向嘅環境對人嘅影響，往往比我哋想象得仲要深遠，甚至係足以改變一場對話嘅走向。大約喺10年前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嘅喬納森雷雅夫教授發表咗一項引人注目嘅研究成果。佢長期專注於決策行為嘅研究，並且將目光投向一班被視為係最擅長做出理性決策嘅人，就係法官啦。為此，佢搜集並且分析咗以色列法官針對囚犯假釋申請所做出嘅1112份嘅裁決資料。研究結果令人震驚啊！
當法官啱啱食過點心或者午餐，並且係稍作休息之後所做出嘅判決裏面，假釋通過率高達65%，而當時間拉長、體力下降，特別喺接近午餐嘅時間，感到飢餓嘅情況之下所做出嘅判決裏面，假釋通過率就幾乎趨近於0啦。即使將案件類型、服刑時間同埋性別等等嘅變因納入考量，呢一種劇烈嘅差異依然存在。呢項嘅研究就講明咗，就算係經過高度訓練、被視為係專業中立嘅法官，亦都冇辦法完全排除生理同埋心理狀態對決策嘅影響。換句說話嚟講啦，人所處嘅環境同埋身心狀況會深刻左右一個人嘅判斷同埋表現。同樣嘅道理，其實亦都適用於說話呢一件事。如果你想同朋友進行一場真誠而深入嘅對話，咁樣選擇喺安靜嘅咖啡店碰面，絕對比喺又嘈又逼嘅場所嚟得更加合適。嘈雜嘅聲音容易引發煩躁啦、分心同埋不安。一旦對方嘅情緒被負面感受佔據，就算你再點用心斟酌語氣同埋措辭，亦都可能冇辦法真正傳遞你想表達嘅心意。我哋都知語氣啊、用詞同埋態度都好重要嘅，但係經常都忽略咗另一個關鍵，就係對話所處嘅環境氛圍。除咗基本嘅原則，唔好喺對方情緒唔穩定嘅時候傾事情，唔好喺噪音干擾嘅場所溝通。我哋其實好少主動去為一場對話創造正向嘅空間。